我哋就嚟到香港硬地滾球嘅訓練基地啦。咦，見到一個好熟悉嘅人物，郭 Sir，你好嘛？好耐冇見。今日都好開心啊！由你親口同我哋講下我哋嘅硬地滾球今次喺殘特奧會嘅方向啊，以至我哋咁多年你嘅點點滴滴咧，轉頭都同你慢慢傾好嘛？好好好。等你帶隊啦。哦，整呢邊啦。好啊。能唔能夠同我啲觀眾講下，首先硬地滾球有少少發展歷史啦，去到一啲嘅重要成績嘅點滴。硬地滾球喺香港咧，其實發展咧都係20幾年歷史嘅。2000年就我開始就接觸硬地滾球。咁我哋嗰時嘅訓練場地咧係冇固定場地嘅。如果你由一個普及嘅運動咧，想提升到一個精英運動咧，其實咁樣係唔夠嘅。有咗呢個固定場地之後咧，運動員嘅訓練時間啊，同埋專項訓練嗰度咧比較好啲啦。好彩啦，運動員嘅努力之下，你見我哋呢幾屆嘅成績都相當唔錯。撇開攞獎牌嗰啲啦，其實喺我哋出邊，就算我哋一參加啲挑戰賽又好，亞運會又好，我哋啲運動員咧，佢哋都好積極去比賽。我見到台上面好多波，究竟每一個波、每一個皮啊、每一隻顏色有啲咩特別嘢咧？就等阿郭 Sir 都簡介一下啦。硬地滾球咧就最主要咧就係以接近嗰個隻波為就去計分噶嘛。即係最近白波作為一個坐標，最近佢嘅時候咧就攞到分啦。喺技術性發揮就好多種嘅。係。啊，咁我哋依家最簡單嚟講咧就係第一就係黐波啦，個準程度啦。第二就係力量啦，喺撞波嘅時候撞走人波啦。第三就係一啲高技術嘅發揮咧，我哋點樣可以將個波浪上去啦？咁我哋呢個咧就叫做香港隊啊，叫做拜神鏟。所以呢度包含咗好多技術層面嘅喺度咧，就要教練同運動員去慢慢練。今次我哋係主場出擊啦，咁我亦都相信大家都希望喺主場咧，無論都希望攞到更好成績嘅。喺我哋香港嗰個代表隊嗰度咧，其實我哋都21個運動員之中，我哋都派出咗19個，即係有精英級別嘅，亦都有新秀嘅，係啦。咁透過呢個機會咧，都俾佢哋同唔同嘅省份大家交流下啦。咁成績當然啦，大家都希望會爭取好成績嘅，所以喺呢一樣嘢呢方面咧，我都有信心佢哋會做得好好。希望大家傳媒嘅朋友同埋出邊嘅觀眾啦，多啲為香港隊打氣。所以我都希望喺度，我代表好好睇，祝願我哋硬地滾球隊取得好好嘅成績，咁啊喺香港咧，俾我哋更多嘅大眾市民更了解我哋硬地滾球嘅發展。榮哥、阿遠今日好開心啦！頭先同阿郭 Sir 咧就傾完偈，咁啊，不如你都同我哋鏡頭前嘅觀眾介紹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硬地滾球運動員梁玉榮。我係香港硬地滾球運動員張婉。咁啊，由04年雅典奧運去到今日，都為我哋即係征戰沙場咁多年。咁啊，最難忘嘅比賽係咪04年嘅雅典第一金啊？講真，最難忘嘅比賽可能未必係04年。嚇係咩？係邊一個比賽咧？哎呀，我又估錯咗添。應該真係最難忘應該係過咗10年，2014年世界錦標賽。04年第一次出去比賽，咁就冇諗過有機會攞2金嘅。係啦，咁就好似發一場夢咁去就打比賽啦。咁之後嘅比賽都去打比賽啦。咁成績唔係咁好啦，開始就係啦。咁直至可能要等到去2014年嘅機會啦。咁我先可以再喺嗰個咁大型嘅比賽先再可以攞到2個金牌啦。所以嗰一個比賽係最難忘。喺電視或者成日喺好多嘅頒獎台上面都見過你，咁你不如你同我哋介紹一下你自己啦，咁同埋你係咩原因會打硬地滾球咧？我哋學校細個嘅時候，體育堂有接觸過硬地滾球啦。開頭都覺得呢個運動都係幾有趣嘅，跟住去到中3嘅時候，咁郭生過到嚟我哋呢度，佢就覺得我有啲潛質啦，跟住挑選咗入嚟練習咁樣。咁你咧有冇邊一個最難忘嘅賽事，或者你覺得成績上你覺得邊一個係你最有記憶㗎？2022年喺巴西嘅世錦賽，都係世錦賽。都係世錦賽。因為嗰陣時係我啱啱轉咗全職運動員第5個月，本身都係抱住一個可能係見識下，係咯，攞吸收經驗嘅一個心態去啦。好開心啦，攞到塊單打攞咗塊銅牌，所以嗰次真係
嗰晚瞓覺嘅時候，我都係有扎醒到，因為諗緊啊死啦，發係咪真係攞咗牌？咁而家嚟緊，我哋今次主場出擊啦，喺啟德啦，有冇一啲嘅寄望？第一次參加全運會我自己，咁仲要喺主場出擊啦，其實都好興奮嘅，係啦，咁都希望可以喺呢次比賽咧，希望都可以喺單打或者雙打度可以攞到獎牌啦。我期待下，真係期待。因為我人生可能我大大小小獎牌都攞過晒，唯獨我唯獨全運。全運係，仲有一個比賽都未攞過嘅，都唔會再攞到㗎啦。係啦，青年賽係啦。我又唔係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啦，你已經第一次啊，而家我係第3次，今次應該係。希望今次都可以喺雙打同埋單打，因為單打未攞過。最後咧，有冇啲咩特別嘅説話同我哋嘅鏡頭嘅觀眾講下？嚟緊12月，我哋都會喺主場出擊打硬地滾球比賽啦。咁都希望可以多啲市民入嚟支持我哋啦。因為其實如果得到你哋嘅支持，其實我哋會喺球場上會發揮得會比較再好啲嘅。咁希望可以吸收多啲唔同嘅人士入嚟玩，希望可以喺後邊之後再多啲人去繼續玩呢個硬地滾球，繼續發揚開去咯。我都希望到時12月喺啟德嘅場次會見到好多嘅觀眾啦。殘特奧會加油，香港隊加油！殘特奧加油，香港隊加油！